全世界上界大的电动轿车品牌特斯拉，即马传出这电池接着出问题，民众组成自救会向消基会投诉，要求车厂就爱甲因处理、甲因到检查。不过特斯拉表示暂时无回收的拍算，伫修理这段期间会提供轿车给民众使用，或者是送因坐车的礼券加做补偿。 伫咧高速公路，车险险啊闪袂赴，规个弄起，因为头前这台特斯拉走到一半，电池熊跳零，无电，规个停去。要发生同款代志的车主讲，就算元首已经替伊换整理过迄种电池，伊即马上高速的，也唔敢驶来线。我觉得我很害怕耶，我现在都不敢开内线，我只能开最外车道。 甚至我都开另外一台车。伫咧买车的时候，伊是加销报告的责任嘛，啊无讲伊今仔电池歹去的时阵，到底是要换新的，还是要换一个修理过的二手的电池服务？由300多位特斯拉车主组成的动力电池自救会表示，像安尼车驶到一半，电池无电失去动力，或者是充电了后，无就是停车了后，电池故障的意外。根据因的调查，主要集中伫咧2018年年尾和2019年出厂的特斯拉 Model X 和 Model S 的车型，因向消基会投诉，希望公司全部收回检收。 2019年的车总共卖出差不多1400只，啊，目前有甲我填表讲，伊车一定故障的有122只。主管机关应该要立即的对这个出问题的年份、车型，依照法律的规定要立即招修，甚至保固要重新再另计。 特斯拉公司表示，即马要无调集收转来检修的拍算，针对车主维修期间的不便，除了会提供代步车或者是2000块的新车管方案，电池保固期会顺落去延长，换链也会有优待。备料的时间已经缩短至2礼拜到3礼拜，未来目标是伫咧1礼拜内爱到货。记者阿明金郑派文台北报道。